新闻先来看，金门有2个民众昨中昼坐船出海去钓鱼，结果失去联络，加上嘛报案去找人，也毋过因为金门地区有蒙雾，海巡队半暝11点外，佮出动真侪只船只去找人。上新的消息是，早起这2个民众已经有打电话报平安咯。因是表示讲，因为船驶甲毋知影路，最后来无油咯，船流去中国福建的附近，互中国海警救起来。海巡署是表示讲，已经有甲中国方面接触，看安怎甲人接回来。人员在船头荧幕室、望远镜进行搜索瞭望。天暗嘛，世界阁雾蒙蒙，因为海巡队用强力的探照灯伫海顶咧找人，嘛用船仔发出船雷声。因为有2个金门钓鱼仔的民众，17中昼坐船仔出海钓鱼仔，煞伫北条岛的海域失去联络。海巡人员嘛出动透暝找人。一直到天光，还找无人。假设是真着急，不过加在18透早失去联络的2个人有打电话报平安。因讲海顶因为大雾，地势找无路，油嘛用了啊，所以漂流到中国福建的围头村去靠犁啊，去互中国的海警救起来，人是拢平安。早上5点。哦，从昨天晚上搜寻到现在，对不对？ 5点才电话才来。那现在有没有觉得说心情放松了？有，对。因为这是一艘破的船，那渔会也没有这个权利去管，那我们只好请这个红会这一方面来处理。原地人国也咧规划安怎甲这2个人接回来。不过，中国官方媒体央视报道指出，下暝海顶搜救中心等等的部门，18会伫海顶甲这2个人转交予金门。海巡署嘛表示，透过2花联合搜救管道，联络下暝海事搜救单位，嘛当咧协调人员直接的方式。金门甲马祖海峡最近才小连续发生2件中国渔民跑入海意外，造成2个人死亡，3个人失踪。咱国海巡积极协助搜救。因若即届是中国甲台湾的民众救起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